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的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跟你旁边来说，我们来享受属天的喜乐。受天堂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的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心不再忧愁失望，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把不跟随你生命，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我们神，喜乐的心来赞美。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的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主全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掌声归于上帝。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来献上自己，我们要来享受你属天的喜乐。我们要在这里成为宝贵的器皿，来让你成为馨香的活祭，让众人看见我们是何等何等的喜乐，何等何等拥有盼望。我们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
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种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龙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标杆直跑。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种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再次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是的，主，我们要高举双手来赞美你，我们要一生的来赞美你，一生的来敬拜你。是啊，何等爱你，我的阿爸天父，我们要一生来敬拜你。何等爱你，阿爸天父，你无条件为我付出，牺牲爱子，将我的赎。
你爱充满我，主你宝血为我而流，洗净我罪，给我自由。你的爱是何等伟大，哦，主耶稣，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满足。何等爱你，阿爸天父，你无条件为我付出，牺牲爱子叫我的主，你爱充满我，主你宝血为我而流，洗净我罪，给我自由。你的爱是何等伟大，哦，主耶稣，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满足，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满足。今天的歌词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爱这位天父。很多时候，我们却觉得，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唱我爱这位天父？因为这位天父是救我们的天父，这位天父是不论我们出生背景，不论你现在怎么定义你自己，不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他仍然爱你的天父。他永远不会因为你经历的什么事情，不会因为你的出生，不会因为你的失落，不会因为你觉得的失败来定义你。因为在那创世以前，在你未成形以前，神已经认识你，神知道你是他的儿女，所以你今天会站在这里。我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等一下呢，我要你们开口来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我们要再次在神的面前宣告说，我是神的儿女。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定义，没有办法夺取我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等下我说1、2、3，我们就开始来祷告。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要对这位神来说，主，我可能不知道我怎么爱你，我真的很爱你，或者是你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今天神要告诉你，你就是他的儿女。预备好了吗？我们要同声开口来祷告。1、2、3，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要宣告，在这里每一个都是你的儿女。
就是为了神。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满足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们来宣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单单来向他来唱。我们敬拜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来神的面前遇见神。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肯定的来对神唱，更肯定来对他唱。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满足，你无条件的爱，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再说一次，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满足。主，你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主，是的，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是你儿女这样尊贵的身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甚至我们不相信，不愿意领受。主，但在今天的晚上，你再一次在敬拜当中对我们说话，你再一次在祷告当中对我们说话。主，你再一次透过你的儿女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是你所创造的，是那个独一无二，要准备做贵重的器皿的。主，你让我们领受从你来的呼召。主，你不论我们经历什么，但主，你就是定义要爱这一群在你面前站立的人。主，在今天的晚上，主啊，愿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充满在我们当中。主，愿你的话语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的真理要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要做那医治的工作。主，你要做那恢复的工作。主啊，你要做那使人从忧伤中喜乐的工作。主啊，你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医治那个心里面有孤单的人。主，你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医治那个没有办法从负面转向正面的人。主啊，当我们领受主你就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转向你。主，我们的生命要转向你。主，我们的精力要转向你。我们再也不再活在那个过去当中。主，谢谢你，因为你是大有盼望的神。主，你是从未来呼召我们的神。主，你是让我们带着盼望走向未来的神。主，我们向你献上祷告，献上赞美，献上敬拜。我们要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敬拜。你坐下来之前，你跟你旁边不要，旁边太少，找5个人，你跟他说：神真的很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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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安。平安。哎，没有人听。大家平安。平安。那个我每次都要走下来，因为我都觉得站在那边好远，有一种距离感。你们好吗？好。好。好冷嘛哦，还是好热？刚刚。好热。我看到几个许久不见的朋友。好。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的那个，我们要来报告。然后我们的报告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哎，我们的那个琴手纳卡西，纳卡西休斯。哦，纳卡西去上厕所。OK， 还是可以介绍好不好？我们答案就是热烈的掌声好吗？然后前后左右给他一个 high five 嘛哈。这个是詹吗？詹怡芳，哦，是詹怡芳，在后面是 ，Hello 怡芳，还有我们最久的杨握手，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我们大家在一起唱那个欢迎歌，然后另外一个是是吗？饶雄恩，嗨，雄恩弟兄欢迎你，饶雄恩，是饶恕的饶，好酷哦。充满饶恕的生命。饶恕，对，阿妹。好，那还有我们在我们当中很久没有回来的，我们马上就看到我们的帅哥厨师，请立好不好？让我们欢迎你。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刚刚去哪里。好，还有我看一下啊，我们中间后面有那个姓蔡的啊。然后中间那个字叫嘉的啊，对，欢迎蔡佳琪，没有啦，欢迎蔡佳安，哇，还没有，我们大家一起，我们要换，我们大家要换新的好不好？那个邱佑珍，对不对？我有念错吗？邱佑珍呢？佑珍啊？佑珍什么月珍？那欧北贡那边的中间后面，这边有在录影好不好？欢迎欢迎。还有吗？还有我们，请讲哦。还有我没介绍到的吗？有吗？有人躲在后面吗？要默默介绍吗？这很想要介绍他是不是？好了，那个你想要介绍他，然后他没有被我介绍到，我们就一起站起来好不好？哦，好年轻哦。整个拉低平均年龄，欢迎！这个我们要换一首歌，当然那个新的事要成就，你会弹吗？新的事就要成就。大家不好意思，三多少？新的事有啊，他们在找。在这里啊，七字部，你看4字部，397。有点辛苦，好不好？好，他在找的时候，我还是要来欢迎，除了拉低年龄，还有拉高年龄的，我们的陈明哲长老，欢迎！我们青年牧区的长老。好，为了怕尴尬，那个新朋友、好久不见的朋友，你们都一起站起来，让我们用这首歌副歌来欢迎，好不好？站起来！会唱吗？新的事就要成真。新的事就要成就，新的源头，我们要唱新歌，站在我们生活到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日子，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愿神的荣耀充满在你们当中，请坐。好，就是传道呢跟牧师，还有跟牧师，就是跟尤牧师和刘牧师，我们3个人，每次现在都要这样讲。我们这2天呢去参加那个领袖高峰会，你跟你旁边讲一下，你就是领袖。你就是领袖。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这个礼拜是我们去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说，哇塞，原来年轻人的那个创意啊。在跟你旁边，你讲的不是烂梗，你讲的不是烂梗，然后跟另外一边说，千万不要讲干话，千万不要讲干话，这不是讲
脏话就是一个名词，好不好？我没有只讲一个字，一个字就是脏话。不好意思，我没有讲脏话。好，那个因为是我录影的，对。为什么这样讲？我就发现说，我们去领袖高峰会的时候，我就去那里很被激励啊，因为非常有创意的，现在都坐在这里。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吗？哎，你有看到吗？还是你很问号？哦，那边一直在比我啦，还是你很热？哦，好 ，OK， 对，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说，哦，好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委身在教会的服事中。不只是委身在教会服事中，他们在教会里面呢，他们的服事是很有创意的，各种创意。不只是在教会的服事中很有创意，他们在社会的服事中也很有创意。透过他们的工作，透过他们在职场上去经验到的，特别里面呢，我印象深刻有很多个啦。那我其中讲一个让大家听好，刚吃饭的已经听过，就是你们就帮我笑一下哈。好，就是有一个女生的这个主讲人呢，她就来分享一个，可能你们之后会有这个经验啊，叫做白色空间。你跟后面说白色空间，白色不是白色恐怖哦，白色空间。然后呢，她就说，她呢就是结婚了嘛，然后就有了2个孩子，2个儿子。然后有一天呢，她发现，天哪，这个儿子怎么这么爱讲话？超爱讲话的，就是他开始学讲话，开始从1岁开始，他会一个字，譬如说，会亲，好，他就开始跟他妈妈说会亲，会亲，会亲，你有听到吗？会亲，会亲，会亲，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妈妈就是唯一停顿的时候，就是他问他妈妈，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看他妈妈，然后看妈妈反应，然后就继续会亲，会亲。然后，譬如说，他看到了平常牧师很爱讲救护车嘛，对不对？他学会了这个字，就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妈妈，救护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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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救护车，哎，救护车，这样。然后他妈妈呢就觉得，天哪，我的儿子竟然这么爱讲话，我真快要受不了他了。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在客厅的时候，他的先生就坐在沙发上，他的儿子就在昨天的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的这段期间中，他就跟她老公说：“我真的快要受不了我儿子了，我真的觉得他超爱讲话的。天哪，你到底为什么可以？我终于了解你的感受。”原来我也是这样，然后听懂意思吗？然后她一讲的那个当下，她老公突然2行眼泪流下，泛泪，就哭着抬头说：“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哦。”然后这个讲员他讲完就说：“可是我们家是犹太人哎。”好，诸如此类，大概就是这里面当中很多领袖，所以很会讲笑话的，跟你旁边说，你搞不好很会讲笑话。你搞不好很会讲笑话。因为传道这么不会讲笑话，你们都可以笑了，好不好？所以一定你们平常讲一定会更好笑。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个分享当中，我是看到说，每个年轻人，当我们愿意，特别在里面有讲到有热情。当我们有恒毅力，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就是有这个持续的这个毅力，然后有持续的热情跟委身在一件事情，不管那件事情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业，或是你很正向的带出这个正向影响力，要影响你的教会或是你的身边的朋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为一个领袖了。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说，我们是很多领袖的教会。我们是很多领袖的教会。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影片，好不好？那个，为什么说这样呢？看影片就知道，不是这个影片，是另外一个影片。哦，还没预备好，是不是 ？OK， 好。那领袖也是要预备的啦。你们知道要预备一个领袖要花多少年吗？要不要猜看看？
20，谁说的？我长大之后，你长大之后是一辈子，因为一辈子都在当领袖，一辈子都在预备当领袖。OK，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为什么我说我们是很多领袖的教会？ Anytime a heart turns from darkness to light, anytime temptation comes and someone stands to fight, anytime somebody lives to serve and not be served,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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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d is on the move, on the move, hallelujah, God is on the move in many mighty ways, God is on the move, hallelujah, God is on the move today. Anytime in weakness someone falls upon their knees, or dares to speak the truth that sets men free. Anytime the choice is made to stand upon the word,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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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d is on the move, hallelujah, God is on the move in many mighty ways. God is on the move, hallelujah, God is on the move today. 我们给我们后面那个影片制作团队一个很热烈掌声，好不好？这就是领袖嘛，哪一个领袖他可以随便招就招5个社团来教会表演的？你说，就是我们教会，好不好？跟你说，跟旁边说，就是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教会。这个圣诞节呢，我们邀请了从不同学校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一起过圣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好像我们就是要做给他看。的确我们要做，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呢？是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就是一个领袖。所以当你开始在你的校园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有影响力的时候，你就是在做领袖。那这个影响力不只是他们来，更重要是我们去。所以今年呢，我们就邀请他们来，但是是我们去邀请的，好不好？所以我们要继续的要来邀请我们的朋友一起来经历耶稣的爱。当耶稣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什么叫做领袖。一个领袖，他是拥有神的爱，他是拥有神的眼光，他是拥有神来的影响力的人。好，我们要继续来报告，搞得我好像在讲道一样。今天不是我哈，按不下去，按不下去。OK， 好，教会大件事，下个礼拜主日12月3号的第2场，所以那个同工要就任，所以长职核心的同工，核心的同工是什么呢？就是明年2018，你会出现在这个和会手册上的青年人，你的名字，你有出现的，你就要来 ，OK。那这些人呢，包括我们的事工组的组长，包括我们的区牧，包括我们的区牧的长老，还有包括我们的小组的组长、副组长跟同工。那我相信，当我们愿意一起来服侍的时候，其实不只是他们啦。我觉得这个核心同工有人是默默的在做核心同工，但是他名字没在上面。当我们愿意一起立志，在明年要一起来服侍人、遇见神的人，你就一起来参与。好，那12月3号，核心同工一定要来。如果没有办法来，要跟我讲。好。那要事先，然后另外一个是刚刚已经有报告说，我们其实下个礼拜6，12月2号就是下个礼拜，对，是下个礼拜就开始有我们圣诞活动月这个宣教月的活动。第一个上场的活动呢，就是我们教会最会带敬拜的，因为他们崇拜部好点灯嘉年华，所以下礼拜呢。要早一点来，跟旁边说早一点来，早一点来，早一点，没有啦，早4点，早5点，对，下午大概5点半就会开始。可是我们周6礼拜是这样子，
当我们可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下面，然后但是下个礼拜仍然有周六礼拜是在6点在2楼，6点在2楼，好，不是2点在6楼，6点在2楼，好，记得要跟你旁边人讲。那我们结束之后呢，就还会奔向嘉年华，因为我们是先参加前面，然后一起聚会，领受神的恩典之后，再继续的去传扬这个福音。所以，我们青年当中有一些人在那天有很多的表演，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祷告。当我们唱出那个旋律的时候，神的爱就充满在那当中，可以吗？徐天恩，好，太棒了。好，其他的活动继续要来守望哦。那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继续来报告。好，就是这里，然后点灯嘉年华在1楼，所以你一来的时候，你就会被拦截，因为在门口就有了。但是6点要记得上来，然后结束我们再一起下去。那可密特奇幻宣教之旅呢？这是一个读经的营会，在2月5号到2月8号，适合的对象是18岁以上的学社青。如果你那个年假明年不知道怎么放，你就可以排在这个时候，或者你有特休，你也可以排在这个时候。我在讲的是社青。那如果是学期期，记得要请假，不要乱翘课。虽然那个时候是寒假。好，12月11之前呢，报名有早鸟优惠。那教会也有针对我们这个极力要一起来经历的这些营会有给予补助，那请你一定要赶快来报名，因为这个营会是当我们领受读经上面神的话语之后，他还教导我们怎么去行，我们就把它行出来，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好，正在经历的。OK， 下一页。OK， 这就是好看到了。好，下一页。好，牧区广播站呢，我们要继续的来招募小帮手。那我们下礼拜会一起公布，在礼拜6，因为我们礼拜6会先公布我们的明年的牧区的这些组长，还有这些同工。那我们要非常的尊荣他们，因为他们真是很愿意要来投入在服侍你跟我的行列里面。好，重点是服侍神。然后11月26号礼拜天呢，有医疗咨询9点50教会1楼集合。下一页还有吗 ？OK， 我们要来预备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回应神的行动。如果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阿妹，请坐。大家平安。平安。哎呀，
太想念大家了哈，1个月才能来1次，好无奈哈。不过我要顺服了哈，这个我既然长大成人了哈，我就好好的来做我长大成人的事情。每个月跟大家见1次面，我每一次都期待大家在这段时间，特别是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敬拜神，我们的生命可以越像神。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记载在彼得前书2章1到10节。那我知道今天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是我感恩节认识的这个龙恩哈，他熊恩哦，熊抱你，熊爱你，对我忘记，对不起，熊恩哈，那邀请他就来，那我尽量讲那个你听得懂的。所以你有权利听不懂就站起来，但不是出去哈。你站起来，我就会再讲1次啊。那其他的人听不懂也可以举手哈。音乐牧师期待自己永远都是传道，是传什么？传人家听得懂的，好不好？好，那后面那个松韵，你旁边那2位也是刚刚这是来过一阵子吗？还是对不起上家的妹。坐那么后面，我都不认识了，以后坐前面一点啦啊！遥控可以给我，还是帮我遥控吗？彼得前书2章1到10节哈。好我们就一起来读，来起。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伪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粮。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暗叠。他们这样半叠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阿们。这段经文，我想这个熊恩可能看不太懂家政或者是不太懂，但我希望今天能够说得懂，所以我直接就破题。今天题目叫做成为活石，也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活的广告。什么广告？是我这个人可以活出生命的意义，而可以影响别人。刚刚4千传道一直在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当然有你如果有口臭，当然也有影响力，大家都跑光了。但是我们的影响力是要成为人家生命可以被翻转的影响力。它很奇怪，为什么圣经讲石头怎么活起来呀？可以，今天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因着我们里面，不是我活出来的，里面有一位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住在我们里面，于是我们自然呼吸出来就不会是口臭的。我们的生命呼吸出来、活出来就是芬芳，人家就说哇！这次那个领袖高峰会议，我学到这个就够了，因为钟贤哥说什么我就说哇，可是我是在哭，他又不知道去买什么了
啊，去 Costco 又买一大堆东西，哇！而且还听说排队排很久的啊！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月呢，牧师就讲说啊，我们呢的主呢，他先献上他自己，为什么？因为他救我们。我们呢是那个不自由的人，因为我们常常呢怎么样啊，做那个坏的事情，想那个我明明就想要看书，因为期中考、期末考到了，我明明很多事情要预备，但我的手不自主就一直怎样滑手机，而且我说要滑1分钟，结果滑了1个小时，甚至滑了一辈子。但是这个就是很奇怪，我明明说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我们那个吃饭怎么可以看手机？但我就又滑起来，然后我女儿就说：“妈妈，你不是说吃饭不要看手机？”不是啦，很联络很重要的事情啦，事情传道在找我了。对，好，这就是我，这就是人。但是我们的神透过我们最爱讲这个救护车的啊，有波洪牧师告诉我们，因为救护车那个声音叫什么？5151啦，台语讲做有一啦。不是那个无一啦哈，你们哦515151有一，你这种病啊，你这种镜头有一啊无一，有一啦，安尼了解不？啊，他还不懂的可以举手哈。就意思说，你依靠这位神，你就可以得着医治，叫做515151。怎么做？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神他本来我们应该要，这个人很该死的，我们这个人很该死。但是神替我们死了，那么在替我们时，这个是有历史的。我们怎么样说？从旧约当中就看到，本来十字架是一个刑具，但是怎样？但是我们的主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旧约的时候，摩西怎么说？说你怎么样举头望那个什么蛇？铜蛇，你被医治了。好，为什么被医治？因为本来的蛇，因为他们埋怨啊，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埋怨神，所以怎样，铜蛇出来咬他，让他们都这样，都死了。但是说主啊，你赦免我，我们不应该埋怨的。主就说好，你做一个铜蛇，只要举目看它，你就会得医治。有没有得医治？有，在旧约的时候就讲十字架。每个预表耶稣也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仰望他，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会得救，我们过去这个生命就会换成新的生命，就是这样。过去我做不到的，我有了主我就做得到。请问为什么？我这个人很喜欢问为什么，你们不要被我带坏。如果你们没想的话，就不要听，下面不用听哈，可以看手机没关系哈，一打号码买马上丢过去。为什么要是蛇？请问护士，为什么要是蛇？等一下会讲好。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那个股市什么最好？牛市？为什么上面不是挂牛？牛市就是股市会很热。为什么上面挂个蛇？我知道家庭职业优生他有答案，来，请你告诉我们。OK， 好，我给你时间想啊，他酝酿一下。好，等一下我跟他讲为什么是神，好不好？好，然后也那个上个礼拜牧师就讲，我们既然被神所拯救了，我们既然得着这个，我们也说主啊，我愿意被你用。我的生命既然属主，我这么好，我就要活出来，我就立志怎样，我要成为影响力的人，因为好东西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嘛。我昨天坐在这边听见证，我很感动，因为有那个去年3月13号来到这边淑芬姐，秋芬姐，她过去几十年都睡不着，从去年3月13加你一起，我们怎么交代她，到她来教会礼拜，到会亲的小组，后来她信主，那天晚上从此她都睡不着。如果你自己知道你身边的人睡不着，你会不会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会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告诉人家，我们希望活出一个活广告。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不要那么常滑圣经，不是，这个好笑啊！比手都好笑，对不对？我不要那么常滑手机。但
但是我常常立志要这么做，结果怎样？对不对？马虎啦哈，不讲哈。对，我总是做不到。今天经文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那么我们要我们就会来看说，主啊，我既然得着了这个恩典的记号，就是神，我本来不合格的，但你呢，白白的恩赐让我变成合格，而且你还这么爱我。这个就是恩典，本来我不应该得，但是我却得。这恩典，这是一个记号。那以前的人，他们如果有记号，用什么来用记号？他们领受很大，他们用什么来用记号？石头啊，他们堆石头。你会说，我又来了，我直接就问这个国宏牧师说：为什么要堆石头？为什么要用石头？为什么不用植物？为什么不用别的？你是不是看到那3条线？你不要去查看嘛。是，所以我今天就查了哈，查了以后来告诉大家哈。对，因为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什么很多？石头很多，不是沙，也不是植物什么，就是石头多。还有它的什么特质？很硬，它可以放怎样很久。所以当他们在那个时候，当他们在领受很大的恩典或领受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个来做记号。就用什么石头来做记号，所以在他们那时候大大小小的石头，那个石头都有代表不同的意思，都可以拿来用不同。那时候的石头最大的会用来做什么？你们有没有去过这里？哇，神殿！所以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这个彼得呢，在写这个文章，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就遇到同样的问题。他说，人家就问他说：你相信那个耶稣啊？你相信你们的神啊？你告诉我你们的圣殿在哪里？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哪里？没有啊！你看我们的圣殿这么宏伟啊！我们过去的时候都可以看得见。你看我这么小的手还可以这样。你们在哪里呢？今天彼得前书，彼得就要来回答说，虽然我们所敬拜的那个圣殿是非常有能力，可以影响我可以直接怎样被这个圣灵所充满，我直接可以得着这个能力。可是那个圣殿在哪里？你看不见，只有智慧的人才看得见。那叫国王的心，对，这个叫做什么？上帝的殿在哪里？在每一个人你活出来，也就是今天经文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让人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石头，但是感受得到的影响力，而这个就是活石。今天他就是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既然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想有些人可能不太知道什么叫恩典。直接讲，我本来不好，现在我变得很好；我本来不快乐，现在变得很快乐；我本来是没有人要的，我现在人家看我为宝贝。那我们呢，就是用这个来纪念这一位爱我的上帝，这一位爱我的天父。因为圣经明明说他是我天上的父亲，虽然地上的父亲可能不爱我不完全，但是这一位天上父亲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不只是要我们来敬拜他，他爱我们单单就是爱你，单单他要祝福你。好，这个就在讲过去的传统，用立一个石头做纪念，来让人家记住这一位上帝做了什么事，也就是事前传道，请你起立好吗？谢谢，配合演出。看到事前传道就想到他的好，就想到你曾经跟他的连接，曾经对你的帮助。虽然请问他是石头吗？不是，可能像石头，对嘛？可是他却有影响力啊！请坐，谢谢。今天要讲的就是，当我们领受这样，就要用类似像立一个石头为记号。这个立石头从过去到现在要做什么？见证这位神的作为。那从创世纪就来了刚开始在圣经当中立石头来做记号的有谁？哎呀，这个雅各他有4次立石头，有重要的事情。当他被他哥哥追杀，因为他骗他哥哥，他要逃亡的路上遇到天使在那边上上下下，他用石头当枕头。
他遇见这位上帝，应许要跟他同在，他不用害怕，他不是一个人，他就利用了这个石头来立，做一个记号。还有很多。到最后他去到他舅舅家，还娶了太太，然后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也立一个石头来做纪念，来做什么？记住，好好记住上帝怎么帮助我。甚至他又后来回到怎样？回到他第一次用石头当枕头那里的时候，因为他已经要跟他哥哥和好了。等他哥哥，因为他骗他哥哥，他哥哥要追杀他，可是他现在要回来求他的哥哥原谅他，在那里他又立一个石头。到最后还有第4次是他太太过世的时候，他要好好的立一个石头，说再次说我要好好忠心跟神在一起。出埃及记更有立石头，过了红海的时候，12支族立几个石头？12个，而且那石头是很重的哦。扛着哦，扛着，然后立石头说怎样？我的神他帮助我，我的神他成为我与我同在的记号所以就会说，这个那时候他们用石头来见证上帝的作为，来表明上帝应许人信实的爱。信实的爱就是怎样？他说话算话，他说到算到。圣经所说的，他一定会做到，叫做信实的爱。我们人会改变，但是上帝不会改变。所以那时候就用石头来怎样？来纪念，来说明，表明上帝应许人说，他说的一定做到。他与你同在，他就与你同在，他不会自己绕跑，不会。好，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特别看到彼得前书的意思是有一个人叫做彼得啦，他原来是渔夫。让他被上帝招来跟随他。然后在刚开始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就为他来改名他本来是约翰的儿子西门，那耶稣看到他说：“来，我来跟你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彼得。彼得是什么意思啊？基法是什么意思？磐石，又是一个硬硬的石头，只是不同样子的石头可见神怎么样？神要他做一件事，什么事？最后到他经历上，他本来是属烂，你知道吗？因为他怎样说大话，说耶稣啊，我告诉你，你去哪里我都跟你来。耶稣说我要喝的苦杯，你喝得下？会啦，我绝对跟你。但是耶稣跟他讲，我被抓走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鸡叫以前，你要几次不认我？3次。就像我走在路上说嗨，你不会认我，因为你跟你同学证手牵着手，我不会怪你有很多人在路上手牵手看到我好，我不会怪你但是这一次再一次来讲什么？彼得他3次不认神之后呢，他真的悔改，到他老的时候，耶稣告诉他怎样？我要你把教会建在哪里？磐石上。这磐石谁的名字是磐石？彼得。所以才会有人说彼得是第一个什么主教嘛，那是第一个，所以有彼得什么大教堂那彼得他可能他也期许自己后来属你叫我彼得，所以他就一定要把什么？他一定要把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看到彼得改变，彼得原来是属到变成什么？主教。变成帅哥，变成为主殉道。什么叫为主殉道？我知道有些人今天第一次来，你听不懂。也就是说，压在这里，你要信耶稣吗？你若信耶稣，我就把你抓起来钉十字架，你就一定死。如果你说我不信，就像你3次不认主一样的话，我就放你过。于是就那时候彼得已经是一个领袖，大家就叫那些门徒就说，信徒就说：“你们赶快走，叫彼得赶快走，赶快走。”彼得已经走到城门外了，跟他错身而过的，他吓到这个人是谁？问他说：“你要去哪里？”说：“彼得，你要去哪里？”我要出去。那彼得问他说：“那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进去。我怎么能够放下这些信我的人，在那里受苦？我要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人是谁？
有人说是耶稣。于是他本来已经出去了，彼得又怎样？圣经没有讲，但这都是传说，就是那时候记下来的真的事情，只是没有记在圣经。彼得本来已经逃出去，后来他又走回来。耶稣都回来跟这些人同在，我不是说要把教会建在磐石上。于是他又回来陪这些人，他当然被抓。他被抓的时候，他就再次跟神悔改说：“我不配跟主一样钉正的十字架。”所以他被钉死的十字架是怎样？倒过来钉，因为他说他不配。可是彼得他影响非常大，影响了我们现在。好，那如果不知道，以后再可以问我，等一下可以问我哈。所以彼得他一个人被翻转，本来他是软弱的，本来遇到事情就跑的，他居然可以成为一个这样像磐石一样。那些他的这个信耶稣的人，后来他带领的教会的会友，可以跟他一样怎样？可以忠心啊！所以这个石头，我立一个石头，我有一个榜样在那里。我刚刚有讲，我们都是活石，就是我们是活的榜样，都让人家提醒我们要忠心活在上帝面前。之前传道很累呢，他昨天、今天很累，可是他今天坐在那里有很好的，他眼睛。我知道他有隐形的有隐形的那个牙签撑着，因为真的我们这样下来很累。但是我们每一次看到彼此，看到会青年一样，很热爱传福音，就是衷心提醒他，就是一个活石，走来走去的石头，是广告的，是让我们闻到那个味道的，提醒我们要忠心活在上帝的面前哈。所以今天的经文后来就讲主乃是活石，他原来是被人家丢弃的，本来被骂的，但是主拣选宝贝的，不只是这样，他还变成怎样？就像活石啊！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的石。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像活石，我们也会被建造成什么？灵宫啊！灵宫你会觉得，哎，这个怎么这么灵的话？简单讲，就是神内住的圣殿。有灵的人，好，这是今天经文。好，那我们看到那个石头哈，有太多种了哈，但是上帝憎恨人用活人来献祭，这是神所不愿意，所以我们所说的活祭不是真的人，这个在火上面啊，神不要这样，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怎样，是神所赐的，是宝贵的，所以神不要我们活人来献祭。所以你会疑问，那么请问？亚伯拉罕献谁？谁叫他献的？上帝。牧师，你怎么这样讲？你不是说不行吗？那为什么？这也是我自己的疑问。不是说神不要人家活人献祭吗？为什么？为什么又要叫亚伯拉罕献什么？以撒是活祭耶，活的一个人，他的儿子是100岁才生的哎，怎么会献？神就是告诉你他不要，他从此以后不要，对不对？也没有让他献，神只是要你知道，你要完全的顺服，像这样，而不是真的你要献活祭。所以以后怎样？不行再献，因为这是那时候时代，那时候的社会都流行这一套。神再一次说不行，我不要人献活祭啊！还有也要拆毁那邪恶的纪念碑啊！这个出埃及那时候也是怎样会立下一些纪念碑。神说不可以，你们不要像这样来侍奉别的神哈。还有呢，就是这个偶像的，你们都不要来侍奉这个雕刻的偶像哈。那当然，神里面也弃绝我们为自己设这样这个柱像。所以我相信蒋中正他其实也是基督徒，但我们都陷他于不义啊。为什么？我们都帮他什么树立柱像真的是我们真不应该，我们应该要悔改赶快把它拆掉才对了好，所以神不要我们做这些好，那在那时候怎样？有太多的这些神要我们单心灵和怎样诚实和怎样真理。来敬拜这位上帝那个时候有太多的石头大型的有这些都可以做里程碑，大大小小的，甚至于怎样
有石头的刀，就可见那时候各种的石头，石头可以用来很多的东西。那么用在怎样？甚至有火石可以拿来取火，可以拿来当里程碑，当然也可以拿来报复人家啊。人家种田就可以怎样？把他的田全部堆满了什么石头？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英业牧师要讲这么多有关石头的事？可能你没有疑问，只有我的疑问。但我要表达的是说，我们或许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石头。你不要看慧清个子不高，娇小，但他有很强的活力、影响力。他已经带多少人信主？你不要看应验牧师这样子，走路都走不好，没有关系啊。我可以有我的用处，就像石头一样，你只要不要被用错就好。再小的石头都可以被谁用？大卫怎样 ？Q 过两小指头你就完了，咻嘣！尤其在打瞌睡的，他马上就怎样，你就下洗。所以神要我们怎样？只要我们内心是被神用的，我们随时不管多小，不管多大，我们随时都可以活出怎样？我们都可以活出，人家来问你，变成活广告。来前面这边，龙恩在这里，龙恩在这里，慧清，你招待他一下。好，所以我们都可以成为怎样？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而这个就像活广告一样，让人家来问什么？问说，你怎么可以变这样？我可不可以跟你一样？是，如果石头是用在怎样？是用在这个好的地方，它就会成为帮助人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种石头，你用在哪里？愿我们都成为活石，是用在好的，用到祝福人，用到使人引导人来得到这个福气的。那我们呢？当然，所以刚刚我讲，圣经里面有太多石头，还有石头的心，但我们不要，我们要是肉的心。还有在经文里面讲房角石，这个叫房角石，就是在两面墙中间，它可以成为定准。甚至于它可以成为屋顶的房角石，让它这些不会怎样，不会塌下来。所以今天经文你只要记住，我们的主他是房角石，不是我们是房角石。在圣经当中说到房角石，都是指向谁？耶稣基督。我们是石头，我们再怎么样大都不可能大过房角石。而我们有没有标准？有，我们的标准就是房角石。如果房子没有房角石定准，这个房子会像那个什么斜塔，那个叫什么？比萨斜塔会歪掉，不会歪掉，是因为我们定准了谁？房角石。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孤单，因为我们在教会里，牧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教会，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灵宫就是教会。但我们可不可以一人一把？怎么讲？一人一把尺啊？不能啊，不然这个神的这个殿怎么能够盖得准呢？一定要对准什么？房角石。所以我们可以成为有影响力，但是我们不要乱影响，好不好？所以请你们以后不要随便跟英年牧师塞宝贝嘛，我会。好，所以我们要用好的地方上，好不好？我们对准了神啊。好，那我们就是要成为荣耀主的这个活的石头，信仰要跟生活要相连接，我们才能成为活的石。好，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再次回到告诉我们立志行善由不得我。我们想要立志行善可以，但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好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活出那个美好呢？在今天经文一开始前3节就讲，我们要排除一切坏事，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我们唯有怎样？我们唯有去渴望喝神的灵奶。灵奶的意思就是什么？圣经的话。而这个圣经的话，你不要拿去乱读啊！看到了怎样？
看到你想要用的，你就拿来乱读，说，哎，我祷告说这个，你要嫁给我，你要娶我。圣经我们要读灵奶，就是要读到是完全不偏差，是神真正的意思，而不是怎样，而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那么我们这个我们生命成长的动力是凭着神恩惠的道。那我们凭着什么？神给我们的这个话语，使我们整个生命都变得不一样，因为我们就能够好吸收。请问你们知道祖母绿是什么吗？卑南话叫悠悠还是莉莉？是什么？有没有人要猜一下？嘿，宝石，跟石头有关，对不对？我跟你讲是这个。你好厉害，你好厉害哦！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请问你有没有吃过瓜牛的料理？有吗？有没有味道很臭？没有。我告诉你，那是人家多辛苦呢。抓到以后要先怎样？关在笼子里，不止洗，关在笼子里多少？1个礼拜以上。要让它怎样？把里面的脏的怎样都吐完。要让它吃什么？新鲜干净的嫩草，所以你吃下去才会很臭。刚刚我讲的意思是这个，刚刚那3节意思就是这个。当我们的生命原来就是很臭的，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是不好的，让我们今天变成这样。神说好，你只要依靠我，你只要吃灵奶，看神的话，你纵使像蜗牛这样，你只要从今以后不再吃那些，看神的灵奶，你的生命就不会有臭味。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也可以怎样完全因着神，我们可以完全在这个经文讲，耶稣是蒙拣选的石头，说我们怎样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依靠他，他来建造我们。我们就要珍惜他来拣选我们他特别来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因着这样子怎样，我们可以活出神要我们的样子，我们跟他连结，他是我们的标准，他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这样一叠上去，我们群体一叠上去的这个房子，这个圣殿才会是对的，才会是可以祝福别人的，才会祝福你自己，你的生命才会不一样。好，我们要来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也是这一次我们有我们这一次有他也有是专讲的一个人，但是这个影片是他在一个教会所做的那个见证，他是现代最会讲脱口秀的，叫做 Michael Joe 但这是他在一间教会，他讲话很好笑但是他自己都不会笑，很奇怪了他要做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成为。Like you just taught, hey, you see the game? It was a good game. And I'm like, can I tell you about the Lord? What is wrong with your voice? What just happened to the octaves? So I told myself I'd read the whole Bible before I went to the altar. I even have a Bible. I didn't know it was that big. And this lady at the O'Hare Airport, I don't even know this lady. Out of nowhere, she just hands me her Bible. We never even exchanged words. She just handed me her Bible. So I opened the Bible up, and the Bible was made, I read the copyrights first. The Bible was made in Grand Rapids, Michigan. Me too. Read the Bible, I'm going to church. Read the Bible, I'm going to church. And now I'm very like I'm digging in. I understand it, I'm reading the Bible. At this point in New York, all I'm doing the whole time I'm in New York City is hitting the comedy clubs, reading the Bible, and sleeping. Like that literally is all I'm doing. I'm putting in like 14 hours a day. Because now I really want to give my life over to Jesus, but I told myself I'm going to read the Bible firs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I just wanted to stick to what I said. So I'm digging into it. 14 hours a day. It's like 9 pages a day. I was digging in. I was like... I get to the part of Matthew where it said Jesus died for me. I did not know that Jesus died for me until I was 27 years old. Literally, I didn't know. I'd been to church, people yelling, screaming. I saw the little crucifix thing. Same thing was on a rapper's neck. I don't know what that's supposed to mean. I didn't know until I read it right there in Matthew that Jesus died for me. I didn't know. Then I turned to Mark, and he died again. I'm like, what is going on? Why do they keep killing him?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Get to Revelations, and I'm like,
reading the Bible is like paying bills. You gotta pay attention to the red ink. Like, you better pay attention to something gonna get cut off or something gonna happen. So I finish reading the Bible, and I go to church, and I run up to the altar like during the announcements. I was like, yeah, I know you got a picnic on Saturday, but is Jesus here right now? Because I'm ready. So I give my life over to God, and now I understand some stuff. Like, I understand. Before I just thought I was funny, but now I understand I'm funny for a reason. Like, there's purpose behind me having a sense of humor, and God has a purpose for it. Just like he has a purpose for you. He even has a purpose for the things that you've been through, even though he didn't cause them, but he's using them. You've been practicing. For a lot of you guys, it is game time. Or you end up on the field, not knowing what to do, and then just practicing some more. So now I'm in that club, and I leave New York because it's extremely expensive, and I move to Los Angeles. And Los Angeles is the #1 club in the country. The best I can't even get inside this club physically, except for the fact that my friend George Wallace is in town, and he takes me into the Comedy and Magic Club. Now, he can't get me on stage. He can only get me inside the club. And at the time, some of you guys may remember, a football player got hit in the eye with a flag, and he was suing the league for $400 million. And now in the green room is George Wallace, Gary Shanley, Jay Leno. And these guys are working on this joke subject for the Tonight Show's monologue on NBC. I'm not saying anything. I'm just happy to be in there eating French fries with these dudes. But your gift will make room for you. So I'm sitting there and they're working on the joke, then it got quiet and they looked at me and I was like, oh snap. This is an opportunity. I was like, all right, let me see if I got this right. He got hit in the eye with a flag, he lost his vision in one eye, and he's suing the league for $400 million. He's not gonna see half of it. Like, for real. Here's the thing. How did I get that joke that fast under that much pressure? The truth is, it wasn't as much pressure as you might think, because I've been practicing since I was a child in the form of a kid who had a hard time reading. I've been practicing just like you've been practicing. You probably didn't know you were practicing, though. I'm here to let you know you've been practicing. It's game time, but you have to be able to hear the coach's voice. So now I'm in the club. Like, I'm in the club, and probably 5 years ago, right before I got on stage, I was headlining there. God gave me a change in mindset about comedy. Normally, when a comedian gets on stage, he wants to get laughs from people. That's what I was all about. And then God said to me simply, no, what I want you to do is go up there and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laugh. Romans 12:2, be not conformed to the ways that, you're going to look it up. He said,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laugh. This right here has changed everything about everything that we do as a company. Because I'm not looking to take, I'm looking to give. If you can get a hold of this, it will literally, for real, in every way, change your life. Because if you walk into a room and you're asking the question, what can I give? You're just in a better place. You are more like Jesus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And if you haven't made that decision to ask that question, by default, you were saying, what can I get? So when you make the choice, it literally changes everything. So now I do my show, we have a great time. I leave the club that night, there's people around, they want autographs, high fives. It's like this whenever I leave this club now, but this in particular night, while I'm talking to the people, I look across the street and I saw a homeless guy. I had never seen a homeless guy outside this club before, ever. But that doesn't mean he wasn't there before. That just means before, my mindset was to get laughs from people, so why would I even notice a homeless guy? I noticed him and I was like, what about him? How can I give him an opportunity to laugh? Then I asked God, and God was like,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And I was like, nope. And I said, yes, when we did this comedy tour, we started going to homeless shelters and prisons. So whenever I do a concert somewhere, we always look for a prison or a homeless shelter to do comedy at. We go to this one prison, I got to tell you what happens. I'm scared for real. As soon as we walk in, the warden took my belt from me. He's like, you can't have a belt. Somebody might try to hang you. I'm like, can't they just boo me or something? Why I gotta hang me? I'm in prison, my pants loose. This is a bad idea, man. I got 7 different ways to look at this, man.
So I'm scared for real, and I'm walking in this prison, and I know I need to be funny immediately. Normally, if you ever come see me in concert, I take my time, it's cool, it's interactive. No, I need them to like me immediately, but not too much. So I'm walking into prison, and I need a joke, and I'm doing the math, and first of all, bars, when you walk in, the bars open in front of you, you take a few steps and they close, and there's some more bars, and you take a couple. Some of y'all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Welcome home. You know. Anyway, so I'm scared. I'm walking in, and I know I need a joke immediately, and I got nothing. 7 different ways to nothing. I had one joke pop up, but I wasn't gonna start with it. I was gonna be like, you know what? You guys are a captive audience.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You know. So I'm scared for real, and I'm walking in, and I literally have nothing, and all the prisoners are sitting in here. First of all, there's no stage. Like, there's no glass. We're not doing comedy on the phone. These cats are right here expecting funny, and I got nothing. 7 different ways to nothing. And I remember walking in, and all of them got on pink jumpsuits. So what? I ain't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m jumpsuits. And they're all sitting there, and I figure I got 2 steps left before I gotta bring the funny, before instinctively they know that I got nothing, and I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because there's no guards in there with me. The guards left me at the last gate, and they gave me a little black box, and they put it on my pants, and they said, if anything happens, pull the pin. Don't they know about the pin? There's probably one dude, his job is to hold the pin. So I take my first step, I still got nothing. I lift this foot up, still got nothing. I settle this foot, and for real, Life Church, listen, sitting right up front is a white dude with a white beard named Moses. I was like, thanks, Lord. When I said these words of Moses, the place exploded in laughter. We had an amazing time. I said, Moses, this is what I want you to do. When you see the prison warden, I want you to look him in his eye. I want you to look him right in his eye, and I want you to say, let my people go. Like, for real. So here's the thing. How did I get that joke that fast under that much pressure? It wasn't that much pressure because I've been practicing just like you have been practicing. Before I bounce, I'd like to explain to you how life works. At least from a comedian's perspective. First there's a setup, and then there's a punchline. The setup is your talents, your resources, and your opportunities. And most of the time we use our setup to ensure that our audience or the people around us are moving in a direction that serves us. Which means the punchline occurs when you change that direction in a way they weren't expecting. You actually use your setup for other people. The results are the same, yet multiplied. Revelation, fulfillment, and joy. But it's not just for the one receiving your punchline. It's also for you who get to deliver the punchline as well. 谢谢。我很喜欢他说的人生的梗。神为你铺路，你以为要走这一条路，你以为人生没有盼望，但是我们的神是会让你转向，只有神能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像这一位属神的这个脱口秀，他用他的专长来服侍，来服侍，成为一个活石。从他的身上，人家就知道他是属于神的。我们呢？我们愿意吗？我们领受了。当然，今天有人第一次来，你可能我还不是。那你愿不愿意来？就在12月的时候，一起来经验这身边的人，他们活出什么？会不会让你觉得不一样？会不会让你觉得说我也要改变？是，我也要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好吗？神要来叫我们，才叫做呼召，也叫今天第一次来的，在我们的当中的，他要告诉你，我们所经历那美好的事情，必也要发生在你身上。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在12月的5个圣诞夜里面，我们都一起来像活的石头。这活的石头不仅会移动，它还会散发出让人想要靠近你所相信的这一位耶稣，改变你的这一位耶稣，使他们的生命每天都有笑声，使他活得有意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这一首歌是荣耀的呼召。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种族浇灌我，使我化器皿充满莫大能力。再唱一次，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种族浇灌我，使我化器皿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种族浇灌我，使我化器皿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更深的来说，耶稣要跟随你。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呼召我们的主，也就是叫我们名字的主。你知道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不管他是不是认识你、相信你，主，你早就铺梗，主啊，你早就定义今天晚上要在这里，主，你要呼唤他们的名，而且从今以后，主，你每一天，主，你都要叫他的名，主，你也应允要必与我们同在。主，从今以后，主，我们的生命意义再也不一样。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主，你知道我们心里的那个感动，我们心里的那个决定说，我可不可以跟这群人一样？他们活得这么奇迹，虽然他们可能很累，一天都忙碌，甚至已经忙碌很久，但是他们仍然很有热忱，仍然很有奇迹，甚至还笑得出来，笑得很开心，好像知道人生每一天都能够活得很喜乐，知道自己将来要去哪里。主啊，我要谢谢你，你今天行奇妙的事，赞美一个愿意回应你说，我愿意相信主你一次。主，我愿意回应你说，主啊，我也要用我的生命，你所拯救的这个生命，成为一个活的石头，跟主你来对齐，一起来建造教会。教会就是能够影响人，使人在这里得着福音，使人在这里得着医治，使人在这里得着恢复，得着支持，甚至人生中得着最重要的引导。主，我们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天父上帝永远不改变的引导应许，此时此刻使我们的心颤动的主圣灵与我们同去，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今天礼拜到这里坐下来之前，我们跟5个弟兄姐妹一起握手，说美好的事发生在你身上，美好的事发生在你身上，美好的